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义德乡的供电帮，因为丹纳斯洪台严重来损断，环境部要求，这个月初一进前，业者爱甲废弃的供电板清理好势，但是有2间业者无遵守着规定，结果红色的油垢污染着农地，附近的农民是真担心这个农地会受到影响。 空拍镜头翕到供电棒场，规涂骹拢是倒几百个供电棒。这是风台过境了后，嘉义义德乡溪墘扣水地的景象。工作人员用怪手清除，顶头铺一层油料，黄头水红泥做红公公的积水。这个情景，互居民真烦恼，家己农地也会防污染。 受到丹纳斯洪台冲击，嘉义义德的供电棒场风损害甲真严重，业者承租农地，专门扛等待清理供电棒，施工内底所无防止雨水流入的措施，造成农地出现污染的情形。阮的田拢伫即个边啊，遮尔，阮厝也伫遮，好就袂烦恼的。环保讲，做计爱除破棚，爱干破棚安尼。 啊！你感觉大爆棚安尼敢有效？安头好，你这想安尼较好。虽然业者已经伫太阳能板等等废弃的器材顶看棚布，却未够垃圾水流出来。也毋过环境部早就已经规定业者伫8月初1都爱拼了，那超过期限嘛将会处罚。那我们去看的话，如果它有这些相关的排出这些废水的这些问题，我们会请业者做好这一个管制措施。嘉义县环保局讲，目前已经甲无符合规定清理废弃供电棒的2间厂商罚300万块。啊，若农地出现红色油粒状况，嘛将会采样调查伊的成分甲来源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